你見過狗狗扮病未？例如前一秒仲跛腳，後一秒就跑得飛起，又或者你鬧佢一轉頭就擺尾扮唔知，仲擺出副我咩都冇做咁樣。你可能佢係咪呃我？狗狗係咪識得講大話呢？所謂講大話呢，動物行為學上叫策略性欺騙，即係用一種唔完全真實嘅行為去影響對方反應，達到自己目的。對人類嚟講，呢種行為涉及意圖與邏輯；對狗狗嚟講，唔係講緊邏輯推理，而係社交操控。美國 Animal Cognition 期刊曾經有研究顯示，狗狗嘅面對唔同嘅人時候會選擇性帶路去唔同位置嘅零食，即係佢會將最好嘅選擇留俾自己熟悉或者信任嘅人，而將次一級嘅選擇俾陌生人。呢種分配資源社交策略嘅行為咧，已經接近某種初步計算。仲有一種情況好常見喎，狗狗咧，因為某次生病嘅時候嚟到你特別多關心，抱多啲，講多幾句溫柔説話咧，之後佢就記住佢，再做翻類似嘅行為，好似食唔落、慢慢行、唔跳唔跑，呢啲唔一定係真病啊，有時係重播有效行為啦。目的就係咁多嘅關注。你見佢哋可憐，自然有咁多兩下。但咧，呢事係咪等同講大話？嚴格講，狗狗嘅人類乜嘢語言邏輯能力唔會主動設計一套完整騙局，但係佢哋透過行為學習、結果觀察同埋強化記憶，會自然知道做某樣嘢有人會俾反應，反應好就會繼續做，甚至變本加厲。同一時間，狗狗亦都非常擅長讀你嘅情緒，你睇、你愧疚、你緊張，佢全部感受到，佢會用低頭、垂耳、裝無辜等信號嚟影響你反應。唔少狗主人都中過計，原本話唔准上嚟，結果佢擺個楚楚可憐樣，你都照樣放喺上嚟。有冇人會話佢哋嘅我啊？係咪好奸詐？其實唔係，狗狗唔係出於惡意，而係透過經驗累積嘅一套行為公式。呢個姿勢、呢個表情、呢個聲音、釘三如話，主人會心軟，背後係操作學習而唔係道德判斷。但係主人都要小心，因為長期強化呢啲行為，會令狗狗誤解邊啲行為係有效溝通，甚至導致反向操控。有冇狗狗會因為唔想做某件事而表現誇張情緒，例如扮怕出門、扮唔識返屋企？目的係想你照嘅意思行事，點樣處理？首先要觀察佢真係唔舒服，定只係環境改變後出現既定模式。第二，要有意識嘅分辨行為背後嘅需求，唔好俾情緒帶住走。唔代表你唔可以心軟，而係要識得幾時俾，幾時唔俾。總結啦，狗狗咧唔係真係講緊謊言啊，但係佢哋的確識得用過往行為影響你反應，甚至博取關注、規避責罰、操控資源。呢啲減落刺牙，其實係佢學得快、讀得準，甚至某程度上係因為你教得太好。